老师、同学，在场与会的贵宾，直播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我们是长荣大学大众传播学系105级媒体艺术创作组。今天非常感谢您的到来，原创毕展即将开始。随着毕业期愈来愈近，各校陆续开始举办毕业展。中央大学大众传播学系105级艺术创作组毕业展，17号伫望仔堡青年旅社揭开序幕。上大的特色就是用学生角色无同款的媒材创作，希望甲各地人分享每一段故事。另外，还有舞台剧演出，展现出青年创作热情和才华。对于创作的这个领域，你们一定要非常的坚持下去。唯有坚持，然后努力，所以一定会有成果的。那当然，不同领域我想都是一样，必须要找到你的梦想，这是最重要的。那这一次呢，其实特别我要感谢那个梦仔埔的老板提供我们这样的空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那还有就是策展的同学心柔，还有我们这一组其他同学同力合作试着在这个小的有别于一般展场空间里面，发展出一些新的创意的形式，除了静态展览，还有一些各种活动配合的方式所以也希望来参加的来宾、老师或是其他同学们能够尽情去探索，然后也希望你也可以给我们同学们一些回馈。这个毕业展期为4月17号到4月29号为止，希望用独特的艺术创作展现年轻世代软实力。欢迎市民踊跃前往参观，或者少年人打气。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PP 宽屏120枚，每月只要888，让你一路畅快爽飙网。伴随送1000元购物金，还送超值 HD3，快拨打电话订购。双子星4128812，3冠网4128833。